我叫做刘玉凯，我即马伫咧大学读册，我是个学生。因为我自细汉时阵是阮阿公阿嬷带大汉的，所以因有时阵拢会甲我讲台语，所以自细汉我会小可讲台语，啊毋过无改练转，是大汉了后，转来家己奶奶才会甲我讲台语。啊，你到几粒啊？有啊，我买5粒。哦，我要几粒了？叔叔，你要滴吗？哦，有啊。啊，这是啥物菜？番茄啊。番茄叶啊。哎呀。即马上营养的菜。啊，少春较长的啦。走去啊！我有时阵若是有放假无代志，我就会转来家己。阮家己厝边仔有一条溪仔，就是住伫咧溪仔边。我若是有时阵无想要伫咧厝内底看电视，咱就会叫我爸爸做伙去钓鱼。这大棍仔吼，咱拢是用买啦，啊，毋过有时阵袂记啊买，咱就会去奶奶菜园内底学，溪内底学吼，足济，啊，毋过咱嘛拢足惊，也叫爸爸去掠。啊，这钓竿一开始，咱嘛是2支尔，啊，毋过后来人愈来愈济，咱就去买，买到即马可能有5支啊。你会食落啊？虽然要等的时阵足无聊的，啊，毋过若是你诱着鱼啊，要拖起来的时阵，哦，迄个时阵足爽的。哦，无讲过啊。佳佳，无菜，哎呦，困着我啊！哦，这可能有30几只哦。我是高中的时阵才参加田径队，迄个时阵逐工毋是练习，无就是时不时爱代表学校出去比赛。我会记有一摆咱比接力的时阵，头一个人伊正脚踏着线，啊毋过咱拢毋知，咱继续走。咱4个人拢走了以后，老师才甲阮讲，阮犯规无算，无阮本来是全国第10名的。迄个人听着规个拢哭出来，啊毋过。阮甲伊讲，不要紧，上重要的是过程，咱拢有拍拼过啊。我即摆是休闲游戏与运动管理系，啊，我主要是咧学体适能，爱教别人安怎正确安全的运动，佮使用健身器材。体适能就是身体适应环境的能力，普通咱分做4种，有肌力、柔软度，佮有心肺。还有大家较无了解的身体组成，因为即马肺炎最严重的，大家拢唔敢出来外口运动，伫内底困饱食饱困，愈来愈肥，所以今仔日我来教大家做一寡会当伫咧厝内底做的运动。头一个动作，深蹲，咱的脚爱甲咱的肩胛头平闊，爱记得你的骹头骨袂当超过你的骹枕头啊，你的骹床爱敢若坐椅啊坐落。以及你的脚趾柄爱抛直，袂当歪歪。好，安尼停3秒，伸出去，搁起来，跳一个，安尼会当做5摆。
这会当练到咱的核心、大腿，佮有咱的尻川。第二个动作，弓箭步，咱的脚踏落的时阵，你的脚头骨袂当超过你的脚枕头啊。这个动作会当练到咱的大腿、小腿，佮有你的核心。爱记你的身躯袂当歪歪，嘛是爱拍互直。做了会当换另外一支，嘛是共款，停5秒，了后会当起来。这会当做5组。这个动作会当练到咱的规支脚、咱的核心，佮有背肌。爱记，咱的脚踏出的时阵爱调在，袂当歪歪摇来摇去。第三个动作，登山者，这个动作敢若咧做浮力挺身，啊，毋过你的正脚爱去换你的倒手，你的倒脚爱去换你的正手，亲像安尼。这个动作咱会当做30秒。这个动作会当练到规身躯，佮有咱的腹肚，啊，毋过爱注意，咱的脚趾撇袂当翘久。运动毋但会当互身体愈勇健，心胸愈开阔，佫会使交到真侪朋友。像阿尾的跳舞班、阿爸爬山、路夜熟识的朋友嘛愈来愈多。大家斗阵分享经验，有好佚佗的所在，报互大家知。即马连阿尾的舞伴嘛会走来阮兜同齐去路夜爬山咯。运动互阮兜的人充满活力甲欢喜。是阮快乐的源泉，嘛是健康的保证。有人讲，好业毋值得会食，好命毋值得勇行。人若要勇行，就一定爱运动，安尼才会当健康食饱肥啦。我会介骑车是因为骑车出去的时阵，你若是看到袂歹的风景，你随时会当停路边看一个翕相，也是看到好食的物件停落来买一个食一个歇困。比起伫咧厝内底吹冷气、耍手机啊，我更较介意去我无去过的所在，看我无看过的风景，这就是我家己的自由。平常时我会为高雄骑去台南，也是屏东看海景，或者是食小吃。有时阵我会家己一个人，或者是甲朋友做伙去骑车，两种拢有无同的趣味的所在。对台语比赛印象是，我会记我细个时阵是先比学校外口的比赛，再来比学校内底的比赛。比学校内底的比赛时阵，我感觉足轻松的，啊，毋过我伫咧比学校外口比赛时阵，我感觉足紧张的，因为别人拢是自细汉就讲台语大汉的，啊，毋过我是伫阮学校较高讲尔，我毋是讲台语大汉的，所以我会足紧张。紧张我就讲啊无练转，所以无得名，我就小可郁卒。啊，毋过比赛嘛是有伊的方式甲撇步，对我来讲，我感觉台语是摕来甲厝内底的许大人讲话，毋是对我来讲，毋是摕来比赛。我感觉会当用较流利的台语甲厝内底的人讲话，才是上重要的。叔叔，啊，你啥物时阵佫有闲，会当做伙去骑车？对对啊，你若甲我招，我就来啊。来，对阵。啊，今仔日煮遮个菜，当我嘛煮遮个。你爱食，今日无人食，你全部拢是爱食。来，大家来干杯，国庆节快乐！国庆节快乐！